大哥发来的一节黄杨木，让我们帮忙用这根黄杨木给它加工一串1.5的手串。安排。黄杨木的油性跟密度都非常大，因此做出来的珠子也都是秒成水的，而且特别容易包浆玉化。准备入行的新手玩家可以看看这个木，非常容易上手的。视频的最后也有成品展示。现在已经开好料了，要做的是1.5的珠子，开料会开到1.6，开大1毫米。将开好的料加入数控机床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车珠子了。接着再将做好的珠子进行定位打孔，两边各打一半，这样打出来的孔就非常的正中间。最后再打磨抛光即可。